再来看国际新闻，美国的政府日是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嘛是美国自顶届重新加入2年了后，搁再退出的一届。美国是认为因为参与无下因国家的利益，伊嘛批评讲教科文组织宣传反以色列言论。在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教科文组织表示，伊拿的始作甲多边主义的精神相违背，也早就传好美国有可能退出，就着结构性改革甲多元资金，避免对债务的影响。She said she deeply regretted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withdraw once again from the organization she leads. She added that in the past years, UNESCO has stepped up efforts to take action wherever the agency's mission could contribute to peace. 这是川普第2任期，佮提出退出。北京的讲法甲川普第1任期同款，认为美国参加无符合国家的利益，教科文组织宣传反以色列的言论。川普今年就任签几多份行政命令，其中一项就是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90天的审查。教科文组织中庭规定爱提前1年通知，这边退出将会在2026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美国退出对这个组织正有名的世界遗产保护计划造成正大影响。进前自确定泰姬玛哈陵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等重要地标建筑物的保护，也推动全球性教育加科学的发展。川普第1个任期2017年指控教科文组织有反以色列偏见、债务管理问题，需要重大改革等理由，宣布要退出。2018年年底正式生效，将这观察员不是成员。这边个退出是因为中俄总统拜登2023年重新个参加，当阵伊的理由是，会当帮助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